早晨，係咪買飛？文書助理係一個穩定嘅工作啦。咁我父母都係做公務員嘅，咁所以咧我就申請文書助理。加入政府之前，我從事過飲食業同埋服務業。之前嘅工作經驗咧，都令到我增進咗英語同埋普通話嘅溝通能力。咁喺大會堂售票嘅時候咧，都會有一定嘅幫助。同埋我都明白到同理心嘅重要性。咁喺客戶售票嘅時候咧，我都會企喺佢哋嘅立場諗一諗啦，提供優質嘅服務。除咗日常嘅售票工作崗位之外咧，亦都參與過唔同嘅工作崗位嘅，就好似日常嘅辦公室支援啦，仲有選舉時參與點票嘅工作啦，同埋署任助理文書主任會計嘅工作等等啦，都令我十分充實嘅。大會堂嘅工作環境好好啦，好清靜。咁附近咧都有好多公共嘅服務嘅。我間中咧都會去大會堂高座嗰邊圖書館去借下啲圖書，去充實下自己嘅。